主后2022年7月14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蒙恩得怜悯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1章11节，咱来读到20节。这个健全的教义，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交托我迄个阳光的福音。我感谢，互我开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虽然以前我放毒、迫害，搁家己侮辱，犹搁得到怜悯，是因为我还未信毋捌的时，才安尼做。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互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疼。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是要拯救罪人。即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罪人中，我是第一歹。毋过，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歹的人，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，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、荣光归伫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，看袂到、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的囝提摩太啊，照以前关系你所讲的预言，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，互你通用这个预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。你着持守信心甲清白的良心。有一寡人放杀良心，直到信心亲像船搁浅。其中有富米乃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，互因受教示，无搁放毒上帝。以上。蒙恩得怜悯，咱通对《使徒行传》3页经文知影，保罗皈依基督的过程，这记载伫第9章第1节到18节、22章第6节到16节、26章的12节到18节。保罗有犹太信仰的背景，伫民书加玛列门下受严谨律法的教导，伊也诚做受敬重的法利赛派的人。伊用犹太公会予伊的权，企图压迫灭绝基督的信仰者。批年，保罗讲伊是伫毋信、无明白的时阵犯罪，诽谤迫害基督甲教会。伊宣认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。若是伊是罪人中上歹的一个，煞得到耶稣基督怜悯赦免，了后阁受差遣，成做传福音的使徒，一生忠心。保罗伫批信中济遍提到过去迫害基督，甲得到怜悯、受差遣传福音的过程。伊的罪疚感，互伊用本身的体验，成做别人永远的激励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伊对上帝所得到的怜悯，会通互以后要信基督的人做因的模样。伊好亲像是咧讲，恁看基督为我成就的事，若是像我即款的人，还佫会当得赦免、怜悯、拯救，安尼每一个人也拢通。保罗不断重复讲述伊过去的见效代，目的是要甲人讲，上帝恩典也会临到每一个相信的人，
只要愿意悔改更新，就通承受永远的活命。保罗的态度，通讲是健康的内求，为家己的罪过痛心，借着思想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，心内充满喜乐，而且佫会当鼓励人。其恩典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，毋知安慰偌济人的心灵。作者庄牛顿，伊捌是努力犯仔，经历流离颠沛了后，悔改诚侪牧师世界传扬福音。伊写下：着谨慎，则免恁袂记得带恁对埃及地，对做奴才家出来的上主。申命记6章12节。佮甲即句话挂伫册房墙仔顶，随时提醒家己，捌做罪的奴隶，因为上帝恩典才得到救赎。伊致力宣讲福音，直到80岁记忆衰退，才对讲坛退休。毋过，伊犹原会记得两项代志：我是一个大罪魁，耶稣基督是一位满有恩典的救主。伊也有先为家己撰写蒙子文。庄牛顿捌是一个无神主义者和放荡囝，伫非洲做奴隶贩仔。毋过，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得保守、恢复自由、宽赦，受派宣讲伊捌致力毁灭的信仰。这段蒙子文写出牛顿的过往甲现今的对比。伊一直无袂记得家己是一个受赦免的罪人。相反，咱也捌伫济济人的见证，听过因妖媚人物主义前荒唐岁月，直到互耶稣的灵感动反转，才有顶头生的款式。听着安尼的见证，咱拢会深深受激励。默想，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。保罗后悔罪，予伊不断做自我反省，也激励别人。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。保罗后悔罪，予伊不断做自我反省，也激励别人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互我领受你十字架顶拯救的福音。我要珍惜这份受拣选的恩典，托你罪中的生活，有新生命的款式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